好，欢迎大家收看侃侃养生。人的手指啊，对应的是人的五脏。那手指的穴位不同呢，捏按起来养生的效果呢也不一样。下面呢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捏手指有哪些作用。一、大拇指对应眼睛，拇指关节上有明眼、凤眼、大空骨这3个穴位，经常按摩这3个穴位呀，年轻人呢能预防近视、舒缓疲劳，老年人能缓解眼花。2、食指对应胃肠，双手互相捏按食指关节呢，可以缓解胃痛、胃胀、胃不适的作用。如果按的时候出现强烈的痛感呀，则说明胃肠出了问题，应该及时就医。3、中指对应心脏，对应的是人体的心包经，经常捏捏中指呢，可以缓解心包的不适，比如说晕车呀、失眠等。捏中指的指根外侧部位呢，还能正常的分泌出睡眠激素，可以有效的缓解大脑的疲劳和失眠。4、无名指对应的是肺和三焦经，经常头疼、肩颈不适的人呢，说明肩颈往上气血运行差，可以捏一捏无名指的3个指节，可以缓解高血压病人的头疼、头晕，效果很好，还能预防支气管病，保护心脏。5、小指对应肾脏，经常按压左手小指的掌内侧呀，可以改善肾虚，有补肾益气的作用，对肾脏呢有很好的养生功效。